廣府人中意用車比喻人，譬如爆褲浪叫爆胎，後備人選叫備胎。幾年前有次我去台山一個茶園，本來有位殷經理話接待我，點知喺我臨出發前一日，佢話身體唔爭氣，要入廠大修，安排佢助理接待我。廣府人中意用車比喻人，譬如爆褲浪叫爆胎，後備人選叫備胎，而形容人住院就叫做入廠。呢個詞其實源自香港嘅巴士公司，按照當地規定，每日巴士停運之後都要檢查零件有冇問題，小問題就當場修好。如果當場搞唔掂，就要將成部巴士送返廠大修。所以就入廠，通常係要處理比較嚴重嘅問題。除咗巴士，好多名牌手錶、相機、電器壞咗，都要送返原廠維修，都叫做入廠修理，用法好廣泛。我哋可以咁樣運用：你部相機買咗唔到1年就要入廠整，質量麻麻喎。又或者佢前日跌親，而家入廠休養緊。我係彪哥，講廣府粵文化，記得關注點讚。關注我，送你7天粵語生存指南。